哪个是你的？苹果核。苹果核好了。还有一个小萨摩耶，没好。萨摩耶我正在烫。啊，正烫着呢。他们家太牛了。在这边。这个是毛巾烫。那个什么澡巾烫？澡巾烫这儿，这是正常的。这是澡巾的，这是正常的。这只是这面这样，这面是这样。这是啥呀？格丽特烫，就是亮闪闪的。都一样价钱吗？不加钱。哪个是你的？这个。我不说拼亮片毛巾烫吧。亮片。要亮片的，我给你改一下。我能改啊？能啊。太棒了。来，改一下，重新压一下就好了。记错了。这不是格丽特吗？啊，那我给整成这玩意儿了。